各位網友大家好啊！2026年新嘅一年，我先祝大家個個身體健康啦，心想事成，萬事勝意。今日係我第一個視頻喺今年內，今日可以同大家講係追兩個風嘅，一個係天氣個風有少少雪啦，同埋少少風。第二個風就係追個 Mandoline 啦。前日無意中俾我知道，原來佢喺 Young and Eglinton 呢一間店呢，將會喺1月18號永久關閉啊！呢一個又係帶俾我哋喺呢一個社區嘅好多回憶，因為呢一間店呢，喺上個世紀1991年就喺呢度開到而家，足足34年啦，喺呢一個地段開呢一間鋪。嚟咗之後，加拿大第一個認識嘅餐館就係佢啦，Mandoline啦，真係帶俾我好多回憶。OK， 今日就嚟呢度睇下佢現時嘅情況。大家睇到啦，呢一度呢，我剛才入嚟之前呢，呢個舊城區，所以呢，喺我哋上邊 Uptown 呢度細好多㗎，同埋呢揾地方泊車都幾難㗎。佢就係坐落於喺 Young and Eglinton 嘅西南角。講開佢 Mandoline 中文譯過嚟就係文化餐廳啦。佢原來喺1997年就開始創立，當時呢就喺加拿大嘅 Benton 開始第一間餐館。佢哋提供點菜啦、外賣啦、送餐服務。當時佢哋裝修用咗中國式嘅風格同埋本地式嘅自助餐，快速喺加拿大市場站穩咗腳跟，並且發展成為加拿大最大型嘅中式連鎖自助餐之一。佢哋嘅分店遍佈咗 Hamilton 啦、Benton 啦、Kitchener 啦、巴利啦、Kingston、London、Conacher、Windsor、Niagara Falls、聖卡弗琳、Burlington、Ellesmere、Mississauga、Oshawa、Queensway、Newmarket、Pickering、Warrnambool、Yonge、Scarborough、North York、Markham， 哇，好多地方。估計佢已經超過30個地區都有佢哋嘅分店。唔使講，佢個主角提供嘅美食亞洲美食啦、中餐啦、日式料理而聞名，梗係唔少得主流社會嘅口味啦。提供沙律啦、海鮮啦、甜點啦，超過過百種嘅食品任你選擇。剛才大家睇到海鮮類呢都有青口啦、生蠔啦、蝦啦，但係就冇蟹腳，因為我今日係中午餐嚟嘅，同埋佢嘅價錢都唔係好貴，25蚊9毫9。我諗蟹腳就應該冇噶啦，但係都已經好滿足啦，好豐富啊！如果俾你每個品種試一樣嘢，我諗你個肚仔都裝唔得落咁多啊！嗱，佢上邊都寫得好清楚啊，有咩名啦，然之後熱同冷都有寫得好清楚，叫大家小心。Waffle 都有佢燒好咗之後呢，就自己加咩醬就自己任君選擇。到日式呢一類啦，應該係我等咗好長時間噶啦。show 俾大家睇下日式有咩先啦， CV 沙律啦，同埋豆啊，同埋魚生刺身啊、壽司啊，呢樣都唔少得啦，好有日式嘅 feel 啊！佢不停嗰啲工作人員喺度整出嗰啲新嘅品種過嚟俾大家睇下啦。細心個網友，大家有冇睇到啊？每一樣壽司之前面呢都有個名喺度噶。我估佢考慮到呢，有啲人對食物敏感啊，或者海鮮敏感啊，同埋嗰啲芝麻壽司米敏感呢，佢會提示俾大家咯。呢一 part 真係好有日本 feel。呢一 part 就係香撲撲嘅熱湯啊！喺咁凍嘅天時飲啖熱湯暖下。你睇下佢啲蒸氣全部噴晒上嚟，證明佢哋啲廚房師傅管制得啲出品嘅熱度都係非常之嚴謹㗎。呢一度又係每個自助餐唔少得嘅一個環節，就係雪糕啦。雪糕都有好多個品種啊，我估佢都有超過10桶嘅品種，任你選擇。一個品種試半個雪糕球都試到你怕啦，咁多個品種。
OK， 再行過嚟另一 part 就係水果類啦，剪俾大家睇下呢一 part 水果都好多品種，好新鮮啊！甜點類啦，呢啲就係西點啦。西點啊，我有少少卻步，但係我個人對個焦糖布丁呢超級喜愛。一路行一路影，其實今日嘅人流量都已經係唔算少㗎啦。據我個人感覺，可能今日係週末啦，然之後又可能佢準備關閉啦，啲人嚟呢度緬懷一番，真係有啲可惜啊！咁好嘅地段，咁有歷史嘅餐館，足足開咗34年喺呢一度，然之後永久關閉，好似話同佢個業主呢租嘅合約唔再續簽啦，所以就永久性關閉。但係其他嘅 Mandolin 呢，佢係繼續營業嘅，就係呢一間 Young & Eglinton 關閉啫。如果有興趣嘅網友可以嚟呢度，最後倒數打卡啊，緬懷一番。其實呢，喺 Markham 啊或者士嘉堡都有好幾間 Mandolin 嘅，有機會呢去佢哋嗰度影俾大家睇，對比下佢哋啲食物有咩 different。 OK， 今日嘅追風 Mandolin Young & Eglinton 呢一間餐館仲有半個月就關門啦，有興趣嘅網友盡快嚟呢度打卡啦。希望大家 like share subscribe， 多謝大家收睇及對我一向以嚟咁多年嘅支持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。